希望我上尊重的鲁毅老师的理念恁就是咱母语文化第一线的兵我今日来上感动的是，恁会当伫遮请来尤秀清老师现场献唱。尤秀清老师对台湾的语言甲戏剧贡献足大我较早台语拢袂使晓的时阵，为着要写台语就是拢听因遮个片遮个录音带，遮个歌声遮个说唱的录音带，听这咧学台语的这是台语上介宝贵的今日我用节目我其实我要纪念一个人这就是尤秀清老师的徒弟叫做洪瑞珍洪瑞珍呢嘛是台语社过去台语社的成员伊甲讲要找一寡较早歌星出来表演总会当斗相共无？我讲即马找有几个，伊讲若知影有7、8个啦，因兜尾又出来4、5个啦，有个伤济岁因兜人袂晓出来，伊去负责去一个说服，迄阵连续3、4年安尼，遮个老伴的就迄阵因老师因的夫君杨再兴个生意个伫咧，佫找着王玉川陈美珠就宝贵4、5个有出来了后看啥像拄来地理卫生遮因家嘛做物遮遮拢是种较新鲜来到地我真感动所以我今日这个故乡的承认，毋是讲我的文学不好，这是洪瑞珍作出的我本来是讲若把洪瑞珍请来人不理遮歹势，我才拜托陈爱国来替伊唱一个故乡的承认。爱的老师，故乡的田园。小鸟们。